又结束了寻找自己的一天。但是今天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，我好像开始找到自己了。因为我发现我有点 SAR， 但是 SAR 好像不是一件坏事。因为 SAR 我才能更加了解自己，同时我也更加确定了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大人。